等30外冬，台北大巨蛋总算要试营运啊！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身公开，嘛宣布11月18要试办比赛，会开放球迷入场。有球迷就烦恼讲，这白色的椅仔甲球的色水相换，会影响球员的表现。不过阮雄表示，国外有用过即色的椅仔，敢真是会有影响，爱看选手到时反应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徛起投手区亲身开箱大巨蛋，台北市建管处20核准大巨蛋的使用执照，11月就要开始试营运。大巨蛋启用要到啊，针对民众认为球场大荧幕伤细，阮雄是表示，荧幕的寸尺是全台湾上大的，保定着未来会当阁做调整。实际入去场内，椅仔的色水是乌白交叉，有球迷是烦恼。 白色椅仔甲棒球的色彩相换，会影响球员接球的表现。这一颗台湾第一个巨蛋，不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白色座椅的巨蛋。既然使照给你了，蒋万安请硬起来，要求远雄该改就改。其实，在座椅的部分，它在舒适度还有它在颜色的部分，事实上在很多的。 国外都是有潜力的，会不会造成在比赛当中有影响的状况？我觉得还是要透过球员的实际回馈。假设真的有的话，那我们就来做改善。蒋万安表示，会甲阮雄沟通，是毋是加装椅套，避免食球的情形。7月中有请大联盟专家来指导，归纳出4大类的建议，包括本垒棒内野防浪软柱、投手区连接草皮平顺、投手棒悬度差1公分嘛爱改。 已经要求阮雄完成各项的改善，拢以球员甲看比赛观众安全做考虑。大家都知道市民朋友迫不及待，但也顶住压力，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。我们在11月会举办2场示范赛，12月我们预计举办亚锦赛，届时会有亚洲各国队伍齐聚一堂，在大巨蛋。 大巨蛋甲国父纪念馆连通道工程已经完工，各馆配合工程做景观的调整。未来大巨蛋会当直接透过连通道到国父纪念馆协助人员疏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